11街的感动时刻呢，今年有一条街的一个概念。今天的镜头，我们带您到苗栗公馆，在这里早在140年前，当地开始种植红枣，因此公馆被称为红枣故乡。每年就是这个季节7、8月的时候，红枣盛产，日晒或烘焙，做出各种的产品，红枣果冻、红枣面膜。夏日艳阳高照，苗栗公馆的红枣熟了，等着采收。果农张永鹏看着辛苦栽种的红枣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早在140年前，苗栗公馆有了第1株红枣树。温暖的气候还有山泉水灌溉，公馆被称为是红枣故乡。要有好农海啊，好农海的時間呢，要嘅水，一個水質要當好。個還要講呢，還要幾個連啱嘅時間，我採一個東風啊，好良海嘅東風，同時還有風做到一個生長。這水質是新嘛？這邊下面，我問他們就說，這一顆顆翠綠紅棗可以生吃的，或者是自然曬乾。玻璃屋里一顆顆紅棗，透過太陽照射，變成了紅色。果農陳福德把紅棗當成寶貝呢。因為照顧辛苦1年，它只有產季短短的1個半月而已，它就沒有了。而且就是說，它真的是怕風又怕水。紅棗經過機器50度烘焙，持續20個小時，接下來準備加工製作了。悶熱的工廠裡，一群上了年紀的媽媽們拿着大鍋鏟熬煮濃汁，再用機器過濾雜質並且去籽，濃濃的紅棗香彌漫整個工廠。高溫下快速裝瓶，不加防腐劑，品質衛生嚴格把關。紅棗醬汁也能做成果凍，提升附加價值。以前的那個豐州西面之前呢？豐州的產品就量產種點，就有20人種的農豐州的產品，不是會增加面堂內的機會。公館農會總幹事韓洪恩，他是幕後最大功臣了，讓一顆小紅棗帶來觀光效益，創造商機。翠綠寶石滿枝頭，豔陽下閃耀，20小時的溫暖呵護，只待步上熱情鮮紅，流淌滿室的棗香，誘人品嘗感動時刻。